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真国寺的常住法师们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们来看这一章末宝，圆性大师是净土中的祖师大德，他告诉我们这几句话，简单、干脆、利落、明白、清楚，一点都不含糊。他说了，妄念原是凡夫本体，我们有妄想这种念头、散乱心、杂乱的心态，烦恼不断，我们对世间的欲望贪求那一种心，永远没办法停息下来，这就是妄念。妄念原来就是我们凡夫根本的本体啦，原来就存在的东西啦。你今天是一个业报身嘛，我们来这个人世间，你会有生老病死，你有罪业报应的因果这一种身体，所以我们会有妄念啊，又有散乱心啊，又有杂念啊，这本来就是我们凡夫根本的，好像 DNA 一样，你带来就有这种妄念了。你看，妄念之外别无心也，妄念以外你要去找心啊，找不到的，没有其他的心啊。妄念就是你的心，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本来的心，有掺杂善恶混淆的。从妄念当中，我们从这种妄想的心念当中所出的念佛，就好像莲花不染污泥，就好像一朵莲花在污泥当中，但是它不沾那个污泥，非常的洁白，非常的高贵，很高尚的一朵莲花。你从这种妄念当中念出来的佛号，就如同这种不染污泥。所以我们不要厌恶妄念多，不要自己觉得信心太浅薄了，我应该要以深深的相信，我要好好的念佛。只要我一念佛，虽然我们是有杂念有妄想，但是佛不嫌弃我们，因为你本来出生就有这样东西的嘛，你就存在有这样的杂念嘛，这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本来原有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在这样的混乱的思想过程当中，如果好好的念佛，佛照样救度，这才显露出佛的大慈大悲。佛就是要救度我们这一种杂念没办法平静下来的凡夫众生，佛就是要救度这种对象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圆性大师讲这几句话，让我们更加信心，我们这种对象佛永远不放弃我们。只要你一念佛，佛就救度你，你到了西方就花开见佛，能够听经闻法，能够了生脱死。所以今天用这一章呢，跟各位大家互相来勉励，感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